中华鹿港的增补工艺有上百年的历史咯。做一阵新出的外皮有一项工艺叫做勘测线。中华传统工艺增补保存者吴尚武艺师呢，一定开一这测线工艺体验课程，教学员安怎设计多样烧测线，希望透过学员的创意，或者传统的测线工艺有无同款的应用。 学员认真画图，每一个花草拢无同，刷落来，佮爱甲规地插图烧做幼线，无细腻可能就会烧断去。这是中华传统工艺增补保存者吴尚武艺师举办的测线体验课程。参加学员讲，烧线过程嘛是咧磨练心性。初开始的时阵，一定无可能做甲像老师遐尔厉害。因做规世人，咱才第一工咧接触尔，应该爱学迄个态度，甲学迄个安怎甲迄心静下来。 过去增补口语咧讲是叫做装神明，包括开补、拍粗胚、开面入神、牵测线、按金彩绘等等。亲像即阵关圣帝君，都要用半年的时间才有法度完成。其中测线工艺的烧线，即阵已经渐渐互机器取代了。吴尚武也特别开课教民众手工烧线。因为伫爸爸的时代，伊就是顾手工的落来烧线。即摆我嘛是讲，互跩学员。 去感受到烧线，爱足热心的。如果无安尼做，这会渐渐无去。伊会当应用伫一寡迄个平面馆顶，那伊就无一定是伫新村馆顶，也是讲伫建筑物馆顶啊。咱若是做伫村仔一个装饰品挂伫厝的，嘛是足水的。 增补工艺师吴尚武表示，透过课程，除了互民众认捌增补的过程，体验测线制作，嘛希望民众发挥创意，互测线这项传统工艺有无同的变化甲应用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